全台首一关城隍庙执行着100年来的科仪祭典，由城隍爷出巡巡查城门，吸引真侪信众来感受这个特殊的文化。 当年过了7月，鬼门关阁有高官野鬼留伫咧人间，为着要互地区民众成为司法之神的城隍爷，着担起巡警的责任。由台南市开始，夜巡是城隍庙特有的风俗。 占地府城是城门巡查，伫咧重要路口举办入祭仪式。毕竟一暗的时间无法度巡上远，所以讲一寡重点的路，也是讲较容易肇事的一寡较高事故的地点，阮才来巡扫安尼。这项延续100年的传统祭仪，伫咧2022年叫市府登录做是台南市场民俗文化资产。然后大家都很有精神。 全程都几乎都全程走完。庙方为着安全，沿路有护驾和指挥交通，让大家安心参加活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